新闻头期先来看到，昨暝伫咧基隆，有一个查甫人偷牵别人的货车，先伫咧路里弄死一个基隆公务单的这个巡逻人员，佮先去弄八堵的分驻所，造成一个24岁警员殉职，佮有一个警员受伤。一个嫌犯甲车放咧，赶紧逃走，煞撞入去滨高道，去互列车弄死。根据警方初步调查，这个嫌犯有毒品的前科，敢若有幻听、幻觉的镜头。不过，详细犯案的原因也搁来调查。货车高速咧驶方向一念嘛偏移冲向警察驻地，弄至一班台。现场环境苏玉红当场被弄到失去生命现象，不幸殉职。一个细寮女警真实所在受伤。我在用业务，直接进来。搁等于发生代志的地点，基隆的八堵分驻所现场路苍苍，检察人员到场采证，肇事的姓简的查甫人犯案了后行路逃走，最后伫滨高道互货车弄死。蓄意驾车冲撞本分局八堵分驻所值班台，本分局将持续侦查，厘清犯案动机。30多岁肇事的查甫人住伫新北市公寮，有毒品前科。2月29日暗时10点外，驶偷来小货车冲浪派出所，是不是牵涉酒后赛车？爱搁等检方上验。不过警方初步排除有后续的行为，详细原因和动机拢爱搁调查清楚。他是有这个状况，而且是有攻击人的这个幻听幻觉这个状况。发生这种事情真的很遗憾啊！他那个也是在值班台真的很认真在工作。他是新北人，那他毕业从去年到本所服务大概5个月。唔甘当事过身，所长讲甲是后天，顺治员警家属也伫29早起去派出所。24岁苏玉红住伫新北市蘆洲，去年10月分发，才正式来这工作5个月，即马煞伫工作当中殉职。相关家属还有包括我们其他同仁的抚恤。这些工作我们都会全力来给予协助。署直接要求要增进值班台的安全嘛，可是你没有过去的案例，就算署长这样说，我想，然后可能各地也觉得很重要想做，但是我们没有方向。新案件发生了后，警政署长黄明昭强调，已经统领全国各警察机关强化驻地安全防护。不过，警察工作权益推进协会明白表示，过去这种案件常常发生，拢被当作是个案处理。就算警界高层即马一声命令，要安怎具体执行，也互基层唔知要安怎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